係一個 online promotion 網站嘅前台。首先第一頁就會係公司嘅首頁，會見到有一啲橫幅、相片同埋一啲簡單嘅簡介。而喺隔離就會有一個線上商店。線上商店可以俾顧客去購買產品，佢哋只需要將相應嘅產品加入購物車，然之後就可以進行付款。佢哋會需要係填寫返一啲簡單嘅資料去建立呢個賬戶嘅。而除此之外啦，前端仲會有關於我們，會有更多關於公司嘅簡介。聯繫我們就可以俾顧客去填寫返相對應嘅問題，同我哋聯絡。咁點樣登入到呢一個公司網站嘅後台呢？我哋可以撳登入，然之後入返相對應嘅電郵同埋密碼，就可以去到我哋呢一個網站嘅後台。首先 Dashboard 就係一個簡單嘅界面，可以俾我哋睇到晒銷售嘅記錄、財務記錄、網站嘅記錄等等。然後發票就會係一啲銷售同埋一啲採購嘅記錄。咁你可以喺呢一度見到有一個簡單嘅版面，可以睇到銷售啦、採購。你亦都可以係連接返銀行嘅記錄嘅。然後關於銷售嘅記錄，你可以喺顧客度睇到，例如話一啲發票嘅記錄、付款嘅記錄。付款記錄係一啲相對應嘅收據，同埋一啲顧客嘅資料。咁發票嘅記錄，你亦都可以係自己手動新增嘅，就可以填返相對應嘅記錄啦，添加返佢所購買嘅商品，咁佢就會自動係可以出到一張發票啦。而當顧客已經成功購買、已經付款咗之後呢，你就可以喺付款度睇到相對應嘅記錄嘅。你亦都可以係手動去整一張收據，一樣可以填寫返相對應嘅資料，然之後儲存確認就可以係整到一張收據啦。而關於採購呢，就可以喺供應商部分睇到嘅。咁供應商可以係擺返一啲相對應嘅帳單啦，一樣都可以喺呢一度自己手動新增嘅。一啲付款嘅收據啦，同埋可以係儲存返供應商嘅資料嘅，可以填寫返啲地址啊、聯絡人嘅記錄啊等等。當一啲發票啊、供應商帳單等等嘅付款記錄完成咗之後呢，我哋就可以直接喺報告嗰度呢，係睇到一啲相對應嘅分析記錄嘅。咁你係可以選擇唔同嘅圖表啦，或者你都可以將佢依據唔同嘅分組，例如係產品、銷售員等等嘅。亦都可以係睇到其他嘅一啲報告記錄啦，你可以係選擇想要睇嘅一啲記錄去睇返嘅。咁除此之外啦，其實我哋都可以係去網站嘅前台嘅。咁網站前台你可以撳返電子商務，睇到一啲網站嘅訂單啦，一啲網站客戶嘅記錄啦，產品啦。咁產品呢一度呢，就會係一啲已經發布咗喺網站嘅產品。你撳入去亦都可以係更改相關嘅資料。你亦都可以係新增新嘅產品，填寫返相對應嘅資料，上傳照片，然之後你會需要儲存，再去前往網站。你撳完前往網站之後，你需要再撳呢一個發布嘅位置，將佢變成已發布，
佢先會喺網站嘅前端成功係發布到俾顧客嘅。咁除此之外啦，一樣都可以係睇到網站嘅分析報告、電子商務嘅報告、線上銷售嘅報告、訪客嘅報告同埋頁面瀏覽數量嘅。咁最後關於語言嘅調節呢，你可以撳右上角，然之後個人設定，再撳語言，就可以見到有唔同嘅語言可以俾你選擇。更改完語言之後，你需要撳儲存，咁版面就會自動轉為相對應嘅語言。而且你亦都可以係選擇添加唔同嘅語言嘅。呢一個就係呢一個 online promotion website 嘅簡介。